手無寸鐵嘅身體去阻擋，唔係企圖阻擋我哋香港嘅警務人員執行法律，而係企圖阻止一個絕對唔合理嘅高鐵方案。我哋希望各位，包括示威者同埋警務人員在內，你哋都明白，我哋要嘅唔係要衝擊，我哋冇企圖去製造一啲騷亂，我哋只係以和平嘅手段表達我哋嘅意見。你哋眼前面瞓喺度嘅唔係暴徒，只係手無寸鐵嘅示威者。我哋以人嘅力量，最基礎嘅力量去抵擋住今日特區政府所施行嘅暴政。
可以啦。記住我哋啱啱嘅操練，記住。人民警察冇人民，記住我哋今日我哋留喺呢度，點解啊？反高鐵，撤撥款，撤回方案，反高鐵，撤撥款，撤回方案。人嘅最基礎嘅力量，以自己嘅身體去企圖阻止你哋嘅前進，唔係為咗阻止你哋執行你哋嘅職務，係希望你哋唔好去企圖去拘捕呢啲和平嘅示威者。佢哋全部都手無寸鐵，佢哋以手挽手嘅方法去阻擋你哋。